大家好啊，各位歌儿囡仔，大家好吼，我阿铁啊，歌儿念歌团的团长啊，真长一段时间无甲大家见面，嘛无出去外口表演，讲起来伫厝里吼嘛真无聊，所以就按算要来做一个影片，要来甲大家介绍一下讲念歌啊，倒底拢咧念什么物件吼。今日要来介绍的这个主题吼，就是我家己所写的这块歌啦吼，或者风格好心情。会写种歌就代表安那心情无介偌好啦，郁卒啦，才会想要唱歌吼，甲这郁卒的这个心情甲透出来就对啦吼。后壁吼，我用这块歌来做一个建本，来解说讲念歌啊，咧念的是啥物歌词吼，咧唱的是啥物曲调，来介绍一个上主要的或者江湖调，来互大家知影吼。首先，先来讲歌词啦吼。咱这念歌的歌词吼，咱看到你这投影片，恁拢看会到，都是合做四句联。四句联是安那呢？都、就是吼四句做一拍哈，七字来做一句，所以一拍就是拢总200字安尼就对啦吼。大家当看到我遮吼有写一寡歌词，这我家己写的四句联啦吼。下骹吼，迄较细字的，恁就看会到。迄就号做是咱的白话字，台语的白话字就对。白话字嘛是咱台语的字，汉字嘛是咱台语的字。你若看有白话字的，做一个参考；你若看无的吼，就另讲再去学就对啦。这四句联一个重点，就是吼，每一个尾字，伊一定爱押韵。你看哦，我正红字的这部分有无？红字的这部分，这字挂，这磨这无卡纸，安那出泉，拢有一个歪音这就押韵双手乌白摸，高山咧起讲，洗好清气则清爽，消毒美毒保健康，拢有翁的音押韵。物件毋免囤伤济，互大家规世界讨论会，拢有一个 A 的音有无？押韵。放假、涂骹、食饱，这专家拢有一个的音，会押韵。这食、行、影、正，拢有影的这个音有无？这就叫做押韵。押韵古早人咧讲，这就号做是倒句。有一句这个俗语是安尼讲啦吼，就是讲念歌若是无倒句，就亲像安那咧，穿衫无下书，顶句若无倒下句，听到是会起下句啊。所以这念歌若无倒句无押韵吼，袂听就对啦，是袂起下句啊，毋过会起啥？加无配啦吼。除了这个押韵吼，还有一个部分，就是拼字爱对。这若你有兴趣来写四句联的，你会当安尼先要求家己啊。就是首先恁这一定爱先押韵，押韵你就是咱拢会晓讲话嘛，对无？你就安尼念念看，忙讲爽撞四个走撞，你就安尼家己念你就会当找有一寡字通斗安尼，找有你就甲斗看卖讲，安那会当斗来下我的意思。安尼这首先第一部分，你莫叫是足困难。我一开始咧学，我嘛感觉讲足困难。迄我有一摆我伫新华拄着一位老师，伊病人甲伊抬讲，讲甲真欢喜伊讲伊有咧写四句联，我讲敢会当借我看，伊就摕一本簿互我看。我看讲安鸟话伊毋拿一本滚本写较甜，内底全部拢伊写的四句联。我讲你哪会遮咬啊？伊迄时阵迄个表情伊感觉我足奇怪。伊讲这毋是大家拢会晓，这比较早你会晓讲话，你就是会晓倒句。你若想无，你就想较久的嘛，想较久的就倒有啊啦囡仔嘛拢会晓倒句啊。你囡仔伫咧讲一寡有诶无诶时阵，你莫想讲这囡仔哪会拢学这有诶无诶咧讲迄啦，迄就是咧练倒句。因即马拢讲华语，较早诶囡仔嘛讲台湾话嘛是拢会晓倒句啊，所以莫想足困难，咱这物件你甲斗看卖，
行道有诶无诶，连讲才来斗一个正经诶，吼，这是先讲简单诶押韵，过来这拼节，拼声吼，甲这声，这较早伫学校拢有学过，毋过学校拢讲华语，这台湾话来念拼声这声，这正讲吼，才会当甲迄个拼这感觉来甲念出来。毋过吼，讲到拼这，你就会晓分声调，袂晓分声调，你就听无拼这啊。人咧讲台湾话七声八调啦吼，七声八调讲起来其实7个调尔啦吼。我下骹写这汉字吼，这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种动物，互你来记。你甲这7种记起来，你就知影迄个声调的关键伫倒位吼。第一，西。较悬有无？西平，我就甲画悬的平安尼啊。过来好，好这个降低吼，过来上低拔，这因为伊毋是平，伊里有一个，我袂晓讲哦，这感觉伊安尼拔，毋是拔，毋是安尼嘛是拔，是降落来迄种感觉，我来甲画一个圆的啦吼。B 这个入声，所以我画一个点，伊迄是低声哦，咱毋是讲 B 哦。那 B 就是你伫外口，你咧地边啊，咧甲人 B 哦，这是 B 哦，吼搞升去啊，吼这唱，我台湾人，阮拢讲唱啦，恁外位有讲唱的，拢对哈，这腔口的无共尔，无啥物对毋对？过来 lock，这嘛是迄个入声字，所以我嘛甲点一点啊，吼，一个悬的入声，一个低啦，吼，好，这就是西好把 B。搞唱乐好，这7种声调，你用这7个动物来记。毋过内底倒几个是平声，倒几个是这声，我甲你讲，足简单。第一，上悬的迄种迄平声，过来这样搞升起来是平声，所以平声其实是代表啥物？代表你唱歌唱到遐，迄个声是升起来，其实就是代表安尼尔，吼。咱来看这4句联，你咧看得足明显。你看哦，首先你看我以这拍来做一个例啦吼。出门喙暗就甲挂，这字挂，你看讲落哦，这是这声。第一句，咱咧斗句的时阵，第一句你拼这不论，吼，你要拼要这拢会用这，吼。过来第二句，咱来看，受拖磨升起来哦。所以这啥物声？这平声啊。过来，干那冚喙无卡抓，这其实算是入声字，吼。这算啥？这种嘛是算这声啊。过来，骹唱拍落安那拿出泉，这泉咧，泉升起来哦。所以这平声字，哈。你若咧斗句的时阵，第2句、第4句一定甲斗平声，那第3句咧正声。你就会讲，你讲我若无想要安尼呢，我就找无嘛，我就已经斗无啊嘛，无要安那，我连要押韵就足困难啊，你搁叫我要斗这个拼这，你一开始安尼是 OK， 毋过吼，你若令日你斗到较顺的时阵，你拼这就爱对，为虾米？因为你若想要甲你的4句联摕来做念我的歌词，拼这无对的时阵会足歹笑，会足毋是讲袂笑真。毋过你若功夫无够好的时阵，足歹笑，因为伊安尼规定，就是因为伊第2句甲第4句的时阵，伊迄尾调有一个砍起嚟的韵，这个砍起嚟的韵，咱若用拼声来笑，较简单，若用这声咧，硬斗，嘿，等者咱来讲江湖调的时阵，你就会较了解。好，咱头前句头的部分就讲到这为止，哈。敢有问题？有问题我嘛袂当甲恁用，为虾米咧？因为这是影片，对无？好，后壁就来讲江湖调吼。来，这江湖调吼，先解说一寡名词啦，哈，名词。来，这应该大家拢看会清楚，头前汉字，后壁白话字啊，吼。头前这是咧讲啥咧？这是咧讲咱规个江湖调一个结构，吼，有头点。有过点，有尾点。啥物叫做头点、过点、尾点？头点就是咧唱歌进前
的一段吼，这人用华语咧讲叫做前奏吼，征兆啊吼。啊，过点咧，过点就是你笑到一半的时阵，有一寡配乐哈，这叫做过点。那用华语咧讲，这敢若是叫做过门对无？过门啊，间奏啦吼，间奏。啊，那尾点，这就是咱笑到歌尾的时阵来收一个歌尾，这就尾点。嘛有人讲头板、过板、尾板吼。啊，伊这是什么音呢？吼，我会当弹互恁听。哦，我遮带一支乐琴伫遮，嘛毋是带好啦，我准备好诶啦吼。好啊，头点吼，头点乐琴就是安尼。哦，这个头点啊，这照料咱就是开始唱歌哈。啊，那过点咧，过点就差不多像安尼。这大较慢的啦吼，那你嘛当弹足紧啊，就是凊彩好过就好，因为主要咱咧念歌啊，一个重点，咱是咧听人念，咱音乐迄是伴奏，主要要听咱咧念的这个开口啊内容啊，主要这个音乐是做一个背景，做一个伴奏尔吼。所以你嘛当弹足紧，安尼较准过就好。安尼嘛会使啊，安尼嘛会使吼。啊，个尾点吼，就是讲我笑到遮要做一个收煞安尼哈，啊来收一个尾点，这就是安那咧，因为港澳调吼，其实就是后来就是咱即马大家较知影的是讲款式歌啦，啊，毋是讲一哈，啊，这就是伊的尾点吼，伊通常会先走安尼啊。啊，过来个接倒去头点，我后壁就会当个刷落笑啊，安尼啊。那讲这尾点讲起来，你嘛毋那讲安尼一种尔，因为咱念歌啊一个重点吼，正大咧学港澳调，一个我家己感觉较无够的所在，就是讲，因为吼老好周先生啊，佮后来真侪足够的艺人，拢唱这款式歌，唱得足好。毋过吼，迄个一般的大众吼，大家较毋捌的吼，就感觉讲啊，就是款式歌一定爱安尼唱，港澳调一定爱安尼唱，其实毋是呢。比如讲这尾点啦吼，我感一定都要我嘛会当安尼啊，安尼嘛会当啊，吼啊，所以讲这头点、过点、尾点啊，甚至讲笑的关节，拢有做一种笑法。就像我中这抓咧讲的吼，咱有关韵、有中韵、有低韵，哈。关韵意思讲，我为较关音来起，中韵就中嘛，吼，为中的所在来起。啊，低韵就是我按低音起，哈。啊，这是伊咧起音的一个无同，哈。比如讲，我拢用大概吼，较习惯的这个。较接听的即个叫做换这歌来有啦吼。第一句讲我来念歌咯，安尼嘛吼。啊，我若关韵起咧，我来念歌咯。啊，过来就接过板嘛吼。我敢会当中韵起会当啊。我来念歌咯。安尼就变中韵起啊吼。啊，嘛会当低韵起啊！我来念歌，安尼嘛，安尼就低韵起嘛。啊，所以这个港澳调爱有悬、有中、有低，悬、低加分好明，这吼出来才有标准哈。啊，这就是较早的歌声哈。你唱歌，你念歌的时阵，伊规套歌啊，一套歌是一长啊，因为迄是规篇的故事吼，袂输咧看戏安尼。伊会当自头到尾拢用港澳调，啊！你讲拢用共一个调，你听敢会做呀？莫讲安尼呢。较早做歌戏嘛，会当自头到尾拢是七字仔调呢。啊，为虾米伊安尼唱人听袂呀？因为伊的七字仔调千变万化，啊，念这歌啊嘛共款，伊的港澳调若千变万化，啊，都互大家听袂呀？吼啊，搁有另外一个是讲紧接快就是吼，
半念半笑，袂需用念的安尼，伊毋免搁看阮看到足长啊，伊就是紧甲遮的内容甲念过，啊后壁吼，我就来解说，讲，这个防疫好心情内底，我是安那去笑吼。当然我功夫无人好，毋过吼，这做一个小小的教材，互大家当训练一下。恁会当先听我笑。即个歌我有录音起来嘛吼，你咧听的时候，你就讲，逐拍敢若袂输拢相共，敢若嘛，搁了有无共一啲变化伫内底，这变化即个技巧伫倒位，我即马就来甲大家解说吼。首先吼，我头前讲这出门即个吹暗的这低温器，吼对无？这位低器，出门即个吹暗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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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就一个过点伫遮哈。过来就加歌哩，后壁一个哩，安尼哈。脚也咧着白啊，手拖磨的，哈。过来第三句，请去关韵，干那坎嘴里是无卡纸。第三句吼，那一般流行的款式歌的版本，拢唱低音，毋过大家了解悬低拢会使，随时会当变化者。好，过来吼，骹手拍落哪出蛇？咱这江湖调第二句甲第四句其实就是一模一样的啦，所以江湖调无歹学啦，无工作困难。你第二句甲第四句你连起来了，你学一半学了安尼，拢总毋才四句尔，对无吼？所以第四句吼，就唱第二句。骹枪拍落啊，你的鼻水会哪出蛇的？你看我原底这句是7字，骹枪拍落哪出蛇？毋过我加一个讲，你的鼻水会哪出蛇？这叫做啥？贴字，这就叫做贴字，加咱的这个字甲贴入去，吼。为什么要加这两个重点？第一。加一个鼻水，人较听有嘛，对无？你骹手拍落哪出蛇？你无讲鼻水，嘛有可能别项啊，可能你的喙烂啊，可能你的尿啊，对无？足侪物件人出蛇，可能流汗哪出蛇有无？明年来上病院啊，嘛有可能安尼啊，所以讲咱甲解说好清楚。第二点，你这规个咧唱歌的节奏，较会出来，较会无共，你若逐句拢是7字安尼念吼。我甲讲嘛，毋免到10拍，差不多5拍人就困去啊！即摆人拢做爱困的啊，规工伫厝里，对无？爱困嘛好，第二拍吼，双手毋通来乌白蒙，这个低音起，而且这是啥？紧接快。你看，我都毋免伫遐牵，我都毋免伫遐牵讲，双手毋通落，无，我是袂使用念的，双手毋通来乌白蒙。袂输高山你去讲，洗好清气里，这会轻松，这全部拢是袂使用念的吼。第一句加，过来中，过来悬，豆豆咧升起，那咧爬山呢吼。到第四句，消毒病毒保健康啊，拖长拖一个韵出来吼，因为安尼有紧有慢。有悬有低，这个歌度标准啦，吼。好，后壁恁看有即寡基本观念，你其实就知影讲，免安那去学一个人来唱歌，要学我的当然嘛是简单。有一寡较早的歌说，咱咧听这念歌，咱就一个基本的观念，伊是唱悬唱低，唱紧唱慢，伊倒位咧过点，倒位有尾点头点，这咱咧听就听会明啊，吼。过来物件毋免来炖伤济，这低温起，至少嘛会紧接快啦吼。来重点遮第三句吼，你看这第三句的时阵吼，我甲变做2句，因为其实你是紧接快的情形啊，你管系伊7字句、10字句、几字句，你紧接快全部拢准会过啦。所以虽然一开始的歌词是4句连啊。是7字做一句的，毋过歌声会当注意家己的感觉来随时甲贴字、减字、加字，甚至加句，全部拢会使。所以我才甲变做脚影咧厝内底，顶甲是规世界安尼嘛有斗句嘛，对无？西塘草铺土莲花，小尾点
啊，过来最后2拍啊。当作休困咯，头前有一个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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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这就是头点哈。啊，你若下弦啊，就是哒哒哒滴滴哒滴哒哒滴咿咿哦哦啦吼。好啊，过来就接到这吼，这是中文曲。当作休困咯，啊，就过一个点吼，趁放假嘛吼啊。迄个碰伊困了啊，咱就困涂骹诶。我则加一个咱着即共款，即是啥？贴字，吼，贴字，迄互伊诶节奏了有一个变化，吼。啊，过来，目肚塌塌食甲饱，即变到低温去，吼，变到低温，吼。啊，人人防疫做专家，这我讲过，第2句甲第4句相共诶，吼。啊，过来上尾一拍，吼，食饱来困咯，共款中文诶，咱嘛共款甲过一个点，吼。啊，困饱食，啊，其他男女诶，当时行诶。啊，过来嘛是共款降到低温，网牙，迄我写日本字诶，迄网牙啦吼，网牙看了诶，咱着看电影，但是度日好心情吼。过来共款收尾点，啊，咱尾点来甲收一个无共诶，拄则咱收啊，即马咱甲收一般诶即个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噔噔噔噔噔啊，安尼就学了啊！哈，多谢大家，大家再会。